早晨，早安，喂，點啊？看一我下睇翻先。嗯，今日打交，對，我記得是，係嘛？打交啊嘛。對，OK 好啊，打交正，打交正。嚟噶咯喎，OK，一、二、三。Yes，歡迎大家翻嚟，名嘴飲啖茶。嗱，新鮮滾熱辣，超級宣道歉記者大會點睇？糟糕了，聽他講話成這個樣子，有口音，然後講話笨笨的，他係怎樣？還要哭誒？哭什麼？你故意哭係真哭係假哭啊？嗱，咁樣講咧就唔啱啦。你諗下先，你識唔識如來神掌啊？知道。係咪先？我都唔識。知道你要說什麼？但係人哋拯救咗世界幾多次啊？佢講有問題，唔代表佢能力有問題㗎嘛。等一下，現在傷害到別人的是他。的確 ，Superhero Landing 本來就不是一個一定要用嘅事情。嗱，唔係咁講嘅。不是帥而已啊！嗱，小李，小李，我而家叫你小李，好似鬧你咁啊！李爺同你講翻聲先啦。Superhero Landing 其實已經好多人研究過啦。怎麼樣？佢咧未必真係有懶型嘅部分，但係咧佢都係最快速度落到地板嘅一個招式嚟嘅。我跟你說啦，一般人要下一樓嘅話，我們會搭電梯。健康一點，我們會走樓梯，就這樣子哈。而且他在那個危急關頭下去嘛，不是，任務已經結束了，他還是選擇了 Superhero Landing 下去。那個意思是什麼呢？意思就係佢唔係一般人咯，佢唔係一般人，點解用一般人分法落去呢？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唔會搞得清楚身份站重大人佢哋背後背負緊啲乜嘢噶。哇，周爺你這樣講就危險咯。責任來自於能力，能力越大責任越大，蜘蛛人是這樣子說的，不是我說的。唔係你講，咁你有冇自己諗法？超級多好不好？你有嗎？嗱，我都好多嘅。確定講，好啊，講出來好不好？好啊，嚟，我們決定喝杯茶入廣告。 OK。喂，先喂，唔係幾到肉喎，我也覺得有一點。你撳咗嚟打嘛，應該我有反應翻嚟，我會撳翻住你。那你先打我嘛，對不對？好，等下試試看。OK，抽煙嘛，抽煙。哦，旅行翻嚟打好多免稅煙啊。